烧酒赛车发生事故，坐共车人同款有责任。立法院已经通过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修正案，新历7月1日起，桥倒摆赛车若是有啉烧酒，外互警察酒测罚搁较重。若是害人重伤或者是无命，车都要没收。共车人同款有责任，上盖重罚3000块。因为计程车运将可能会唔知影，交通部讲现主时无按算要罚计程车运将。 啉酒赛车，即马连坐公车的乘客嘛要注意。政府修正条文，啉酒赛车连坐公车的乘客嘛爱罚。他明明知道驾驶喝酒，那他也默许了这件事情。我觉得不太妥当，因为乘客其实不会知道驾驶有没有喝酒。有人赞成，有人袂当接受。来看交通部打算要定7月1开始。 酒驾新修正条文，啉酒赛车，伊的酒精浓度若是超过公升0.25毫克，公车的乘客就要罚600至3000块。有民众烦恼讲，万一若是去坐到迄落无法度事先知影讲驾驶是毋是有啉酒的客停车，安尼要安怎？原则上，汽车运输业这个部分，乘客大概没办法去预防，所以不会受这个部分的处罚。除了要罚坐公车的乘客，对7月1开始，啉酒赛车的人嘛要加重罚金。 小型车的罚金对19500到74000，会增加到3万至8万5。那大只车上悬的罚金会到10万，而且无论是倒一种车，啉酒赛车的累犯，就以上悬的罚金来甲算，罚金会当一直甲拖起去。会安尼做，希望真正会当落实啉酒赛车的责任。机车的部分是9万，那汽车的部分是12万，累加没有上限，好，而且这个部分也要适应道路。 交通安全奖励。伫个明年3月，还佫有新的修正案要来上路。若是啉酒赛车的累犯，也是拒绝酒测，佫来肇事，互人死亡，也是重伤，伊的车会去互没收去，驾照会去互吊销去。重新去考驾照了后，还佫爱来做验酒的治疗，佫爱装这个酒精锁。交通部讲，这一切拢还伫研议当中，希望驾驶千万唔通啉酒佫来赛车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